打風落雨啦，好收衫啦。早晨啊，各位澳門街坊，係我啊，你哋嘅打風情報員上線啦。今朝起身係咪覺得啲風同你髮型有仇啊？冇錯，3號風球今朝6點正式生效啦。搞震嘅就係熱帶風暴蝴蝶呢比特大小姐，佢而家一路向西北偏西跳緊舞，目標好明確。直踩海南島食椰子雞去，不過大家放心，蝴蝶小姐同我哋保持600公里社交距離。聽日掛唔掛3號波呢？好似入賭場買大小咁樣50-50啦。但重點來啦，禮拜五先係大戲開場，蝴蝶小姐突然掉頭殺回馬槍，仲帶埋成班就與兄弟免費派水，可能勁過政府消費券啊！大把水來，最點關照內城舊區。內城舊區朋友做好接水準備。由禮拜五晚到禮拜日頭，我哋要經歷豪雨3連擊加雷暴自助餐。低洼地區街坊真要注意，做好防針啦。有備無患，仲有啊！聽日日頭內港以南一帶天文大潮，撞正風，靚女送禮，隨時免費升級做天然泳池噶。街坊實記3招防身：第一，糧草先行，聽朝買定麵包啦，都個句有備無患。第二，愛車就要搬家啦，揸車大佬快啲幫架車揾高地豪宅，蝴蝶姐姐日日幫你洗車。第三，咪扮追風少年，記住阿媽金句，吹走咗電視台冇俾特報你噶。最後緊急通知，防水浸，防水浸，防水浸，各位街坊快啲幫渠口清樹葉啦。總之未來幾日記住，手機充爆電，拖鞋擺門口，零食儲到瀉，齊做定打風達人，等睇蝴蝶小姐表演啦。我哋繼續同你追風，拜拜。